Hello，我係 Andy，今日過嚟中山市中心同大家一齊睇根英半山花園。呢個屋苑唔使我過多介紹，因為好多香港朋友仔都會非常之熟悉。門口呢一度就係香港直通巴士，搭2個鐘頭嘅車就可以翻到去香港啦。行多2步過去呢邊就係萬象匯商場，生活配套同埋交通都係極之方便嘅。屋苑依家係尾貨清盤階段，性價比非常之高，200萬就可以買到一個125方嘅3房大裝修單位，貨量唔多，我哋依家就跟住鏡頭上去睇睇。呢度就係佢哋嘅分層大堂，電梯出嚟之後嘅話，呢邊係2梯4伙，嗰邊0304係145方，0102呢邊就係125方嘅樹廳設計。咁我哋先睇下呢一隻125方3房2衛，咁入戶呢度係做咗一個玄關位，兩邊係可以做鞋櫃嘅位置。入到嚟嘅話，呢邊係一個客餐廳一體嘅一個設計。咁廚房佢呢個示範單位就係做咗一個開放式嘅廚房。廚房連通出嚟嘅話，呢邊係有一個細嘅生活露台喺呢一度，咁到時熱水器、洗衣機都可以安排喺呢個位置。跟住我哋再睇下客廳呢一邊，佢成個客廳嘅開間係去到4米嘅開間，咁呢邊連通出去都係一個4米嘅一個露台，睇翻城市風景。呢邊前面係睇翻隔日廣場呢一邊嘅。咁低層嘅話都可以睇到小區嘅雷園花園嘅。依家喺3棟呢個位置，依家最受係7棟嗰邊，7棟嗰邊嗰個景色嘅話會睇花園睇得更加多一啲嘅。咁佢呢一邊就3間房，咁樣設計嘅話就少咗中間呢一啲過渡位置，慳咗啲位出嚟。咁呢邊係一個公共嘅洗手間，個闊度都係正常尺寸，1.6米嘅闊度。咁呢邊係第一間客房啦，呢間客房嘅面積係有7.5個方嘅。咁另外呢邊第二間客房嘅面積都係接近7個方。咁呢邊佢所有嘅嗰啲飄窗位係唔可以改嘅，就唔可以剝咗佢去用。入嚟嘅話呢邊就係主人房，主人房嘅面積係有14個方，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同埋2個床頭櫃，一個大衣櫃咁樣嘅。咁呢邊係一個270度嘅飄窗位。帳房呢邊呢個洗手間都係正常尺寸。咁呢一間單位嘅話，佢建築面積係125方。依家大裝修200萬，大裝修嘅就係呢一隻戶型。咁佢風格就有2個，一個係簡約式嘅，一個係輕車式嘅，可以由你自己去選擇。跟住我哋睇完就過呢邊睇下145方嘅4房單位。咁4房單位依家佢就全部都係毛坯發售，就冇大裝修嘅。03、04都係4房145方，面積係一樣，不過戶型格局呢一隻就係橫廳設計。咁入門呢一度嘅話就係有一個入戶位置去俾你做鞋櫃或者係儲物間。咁呢個位置嘅面積係有5個方。呢一隻入到嚟嘅話就係一個橫廳嘅設計。咁呢邊就飯廳同埋客廳，成個空間係非常之闊嘅。有電視背景呢一邊嚟到廚房呢一幅牆係有7米嘅長度，咁同理嘅個露台都係有7米嘅長度，非常之闊。呢邊後期去考慮做一個風窗，就將呢個玻璃門拆咗之後做一個風窗，咁成個廳就會非常之大。依家目前未封窗嘅狀態嘅話，呢個客餐廳加埋係有35個方嘅。咁露台嗰邊嘅話都有11個方，咁如果係封咗窗，呢邊就會有46個方可以使用。咁呢邊係廚房嘅位置，廚房嘅操作台面都非常之夠用，總共係有4米嘅呢個操作台面。當然佢係毛坯交付嘅，後期自己想點樣設計都冇問題。咁呢邊都係朝南嘅一個方向。跟住呢邊就4間房啦，呢邊就係一個茶室。茶室呢一個面積係有9.5個方。咁呢邊係客房，客房呢邊嘅話都係有6.5個方嘅。跟住落嚟嘅話，呢邊就係另外兩間房同埋一個公共洗手間。個尺寸闊度係正常1.6米嘅。咁呢邊呢一間客房嘅面積都會比較大啲，有啲可惜就係呢個飄窗係唔可以改嘅，不過都唔緊要，因為間房嘅面積夠大。跟住過嚟嘅話，呢邊就係主人房，主人房帶咗一個廁所嘅。
咁住房呢邊可以做到一個化妝台同埋一個床頭櫃，做到3邊落床咯，個空間都非常之大嘅。咁呢一間145方，一尺目前就係用毛坯去賣，單價大概14,000左右。如果你一直有關注根英本身花園，想了解佢依家賣緊咩樓層價錢嘅話，可以評論區留言，我發全圖資料俾你。OK，我哋今日就講咁多，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